哇闊別1年有多嘅 podcast 咧又翻嚟啦，咁啊先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啊！今日咧係1月頭啊，咁我哋 Strong Family 嘅 podcast 咧1年冇搞啦，咁啊因為大家各有各忙啦，跟住亦都有唔同嘅發展啦，所以呢個 podcast 咧就已經成年冇去同大家傾下偈啦。咁啊今日咧重開 podcast， 咁我哋咧今日揀咗一個ACSM 喺2026年新嘅一年咧10大 topic 入面嘅其中一個啊，咁中文咧就係平衡啦、流動啦同埋核心力量嘅主題啦。咁今日咧除咗有我阿聰咧，咁我身邊仲有阿傑啦同埋阿楊啦喺度嘅，咁啊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好啦，咁趁住今日 podcast 嘅開始咧，咁啊知道啊其實平衡啊、流動啊呢一啲咁嘅概念咧，都係同我諗可能同瑜伽啊，或者係可能而家坊間都幾興嘅 Pilates 咧係相關嘅。咁之後亦都有講到核心力量啦。咁核心力量就好似喺唔同嘅運動入面，即係可能一般嘅跑步啊，或者係唔同嘅球類運動啊，都需要用到核心嘅力量。咁好多人都關注呢件事。咁我哋今日請嚟阿楊咧，就同大家喺運動員，即係可能或者係 S&C 嘅角度，又講解下呢3個方面嘅話題咁樣啦。好，咁啊嚟咯喎。哦，喂，咁我補充多少少先。頭先佢講阿聰係嘛？嗌翻你阿聰啦，好嘛？阿聰唔知邊啲可以出名，邊唔可以出名？係啦，咁啊阿聰好似講到話咩流動，仲有咧咩啊？唔記得咗。平衡同埋呢一個嘅咩啊？係啦，核心嘅力量。咁其實咧，我補充少少就係咧，其實呢個係而家2026年呢個健身趨勢係啦。咁啊，2026年咧就其實每一年都有個健身趨勢嘅，就係話啊，究竟全球有即係最多人最 hit 係啲咩嘅運動啦？即係好似你當買鞋啊、買衫啲 Nike 啊、Adidas 究竟最紅係咩鞋？咁原來健身都有話最紅嘅嘢嘅。OK， 咁咧有頭10位。咁我哋咧點解今日會講即係呢一個嘅 topic 咧咁樣，咁因為前面有幾個 topic 咧，我哋即係上年講咗啦。咁啊喺講咗之後咧，咁剩翻啲未講嗰啲啦。咁啊睇到一個咧就係頭先阿聰講噶啦，就係嗰個叫做平衡啦、流動啦，同埋呢核心肌群。咁啊佢原來喺係見到 new， 我哋見到個 new 字，係我見到個 new 字。咁 new 即係咩意思咧？原來咧佢頭10名咧係今年咧無端跳咗入去即係頭10名入邊喎。咁我哋又覺得幾有趣，呢樣嘢係咩嚟？咁開頭其實我哋阿聰啊、楊嗰啲咧都唔係好知咩嚟嘅。我哋尤其是嗰個流動嗰個更加係唔知乜東東。咁後尾成日睇翻就係發覺啊，原來佢係同瑜伽啦、Pilates 嗰啲係有啲關係。咁但係咧，我哋主力啊當然係一啲肌力啊、S&C 嘅嘢。咁所以我哋咧就前邊流動同埋嗰個平衡嗰度咧，我哋會即係講得少啲或者接近叫 skip 咗佢。咁但係核心肌群咧我哋喺原來 S&C 或者肌力訓練嘅角度入邊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視嘅一個 topic。咁所以咧，我哋就可能喺呢個入邊抽核心肌群出嚟咧，去探討一下究竟係咩嚟啦，究竟係點樣訓練啦，係啦。咁亦都喺坊間原來聽過好多唔同嘅嘢，究竟啱定唔啱嘅咧？咁今日我哋可以探討下，喂 sit up 係咪可以練到核心肌群嘅咧 ？OK， 平板支撐係咪練完之後核心肌群就好好咧？咁好好之後又對於即係運動有咩幫助，或者點樣去預防一啲受傷咧？咁我哋今日就主要係講呢少少嘅嘢啦。好啦，咁我開個少少個頭先啦，因為我咧而家上擺翻上嚟啊，好啊，sorry， 好啦，嗱咁咧我開個少少個頭啦，咁咧。就我喺 AI 度 check 咗少少嘢嘅，關於啲核心肌群嘅數據。咁原來核心肌群咧，好多人都以為淨係嗰個好膚淺嗰表層嗰幾層嘅叫腹肌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原唔係嘅。咁核心肌群咧係主要係包括咧嗱 AI 咁講啊，照噏嘅啦，係一啲腹部啦、背部啦，同一啲淺層共約29塊嘅肌肉 ，OK 係組成㗎 ，OK。咁咧有啲研究就話啦，喂，原來強化呢個核心肌群咧，可以增加運動嘅表現，哇，可以深蹲咧重成20%嘅喎，哇，呢啲咁嘅數據啦，又話可以降低40% 嘅腰背嘅風險，仲可以消脂添，話唔知10分鐘嘅高強度核心訓練咧，可以消耗一啲卡路里。嗱，咁我哋逐個 point 咧，同大家一齊探討下，究竟係真唔係，定係其實即係吹水嘅咧咁樣。好啦，咁啊第一樣嘢我哋先問一問，喂，究竟核心肌群佢嘅點樣定義呢一件事，同埋佢目標即係練嚟有啲咩用啊，或者各方面，我哋交俾阿楊去輕輕講下，係啦，咩肌肉啊，或者咩表層啊、深層嗰啲，好吧？好，咁由一開始其實我都想講翻即係點解呢一個
平衡啊、流動啊、核心啊，佢會係用瑜伽啊、Pilates 啊去做一個 focus 啊。咁所以其實無論瑜伽、Pilates 定真係講緊我哋平時啲傳統嘅運動，本身呢3樣嘢其實都練到嘅，重要嘅。咁不過可能瑜伽 Pilates 就係會比較 focus 偏靜態少少嘅平衡，靜態少少嘅神經肌肉控制，同埋個核心嘅一個穩定。咁但係你話玩運動嘅時候，全部我哋都有啲好高強度、好快速嘅情況下，嗰個平衡、神經控制同埋呢個核心。咁所以其實大家你可以話 target 嘅目標都叫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最簡單就係平衡上，如果 Pilates 同瑜伽應該係偏向靜態同埋慢速動態嘅一啲平衡，神經控制。平時我哋運動員嘅角度應該就係喺好快好高強度嘅情況下嘅平衡，跟住個神經控制同埋嘅核心究竟有幾實淨。咁所以大家嘅訓練出到嚟嘅效果其實 exactly 就應該已經有分別啦。即係你運動員如果係 keep 住做啲靜態嘅平衡、靜態嘅核心，係咪真係咁能夠轉移到真係打籃球嘅平衡啊、控制啊？咁就可能未必咁好。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係一個籃球員，然後叫佢去做瑜伽、做 Pilates， 點解未必咁好？就係因為佢平時係冇一個好慢、比較靜態嘅情況下去控制佢嘅平衡啊、核心啊、神經肌肉控制。咁所以就係又係好 specific 啦呢樣嘢，係啦，所以。佢ACSM 呢度本身佢講嘅咧，應該就係偏向瑜伽同埋Pilates 嗰種偏靜態嘅一個發揮，係啦。咁但係就係 exactly 運動員其實又係需要幾樣嘢，只不過嗰個動態上會大好多，係啦。咁所以去到核心呢個力量啦，或者核心嘅穩定性啦，喺運動員嘅角度就更加係即係透過你核心有幾實淨而影響住你四肢嘅發力究竟有幾好啦。係啊，咁頭先講到核心肌肉其實包括啲乜嘢，咁的而且確核心肌肉就係非常多嘅唔同嘅 muscle 都有關係嘅。咁因為其實你成個軀幹就已經等於我哋嘅核心嚟㗎啦。咁所以由腹肌啦，跟住下背啦，跟住去到臀大肌啦，都係我哋講緊一個核心嘅位置。因為佢哋都係幾能夠控制到我哋，除咗手腳之外，你成個中心軀幹究竟有幾穩定嘅。咁我哋成日講話核心嘅作用就係你核心越穩陣，你啲力傳去手腳就一定係越即係個效率越高嘅。所以你發力嘅時候，你能夠個 core 穩陣啲，你隻手嘅力量、腳嘅力量輸出嚟就會比較好啦。如果你嘅 core 唔夠強，就係啲力就會喺中間你嘅軀幹嘅時候就流失咗。咁所以你最後出到嚟嘅力就會細咗，係啦。咁另外譬如受傷嘅角度，咁喺譬如做 gym 做負重訓練，你嘅 core 唔夠實淨，就係點解成日講做 squat 啊、做 deadlift 啊，就係有機會受傷啦。因為你嘅脊椎好多時係會承受負重嘅，你嘅脊椎要能夠好穩定、保持好嘅姿勢，就係要你嗰啲核心肌肉夠力量去保持你想要有脊椎嘅 position。咁你先至唔會喺做大負重嘅情況下傷到自己嘅脊椎，咁所以無論運動員嘅角度，又或者最簡單就咁做負重訓練嘅角度，只要你係有施加落脊椎嘅一啲重量，基本上你嘅核心就重要噶啦。好，咁我想問多少少嘢嘅，純粹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嗰個平衡啦，原來平衡都有分動態同埋靜態嘅一啲訓練。咁靜態我哋明啦，咁即係企喺度單腳咁樣就金雞獨立咁樣平衡啦。咁我又想了解問多少少，咁即係靜態平衡就係金雞獨立啦。咁動態嘅平衡通常我哋可以做啲咩？係咪即係嗰啲叫做平衡木上邊行啊？定係有啲咩係可以咧？咁我同埋我又諗起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而家成日話啲老人家好容易跌，佢就話平衡唔好。咁其實如果咁講，佢哋係行住跌，咁即係話其實佢係動態當中平衡唔好。咁其實做一啲金雞獨立嘅訓練，其實係有助啊？定係其實應該做翻啲動態嘅平衡訓練先，對於佢哋即係嗰個跌嘅情況先會真係有助減低咧？定係點樣咧？呢樣嘢我哋都好想知少少咁樣。所以又去翻即係獨特性嗰個 point 啦。你需要動態嘅情況下嘅平衡，你做靜態當然叫做有啲幫助，咁但係你要更有效地，應該就係做啲動態平衡嘅訓練。咁而平衡本身其實同肌肉力量係極大關係嘅。你肌肉力量越好，你正常平衡
應該係會越好嘅，因為平衡某程度上就係講緊你幾有力量地控制你關節嘅穩定性。係啊，當你要平衡嘅時候，其實就係你幾能夠 hold 得實自己個髖關節、膝頭哥、腳腕嗰個實淨。咁你如果成隻腳嘅肌肉好有力量嘅，咁你個 hip、你嘅膝頭哥、你嘅 ankle 咪會好實淨咯。你好有力量攣翻實你想要嘅姿勢嘛。所以其實你最簡單，你肌肉力量越強，正常你單腳攣得實自己做平衡嘅能力應該係越高嘅。你肌肉力量越差，你根本冇辦法控制自己個 hip 喺一個你需要拉翻正嘅位置。所以 muscle strength 其實同 balance 係極大嘅一個關係。咁所以點解最簡單肌肉嘅訓練、力量嘅訓練就已經直接幫到老人家強化佢嘅平衡㗎啦。咁同埋防跌就係講緊佢幾能夠快反應地踩翻實個人啊嘛，跌嗰刻。咁所以點解力量需要，爆發力亦都需要啦。因為其實一跌嗰下你就係需要一定程度嘅爆發力，即刻踩翻實個人。咁如果你唔反應唔夠快，唔夠個 power， 其實啲力出唔到嚟咧喺嗰刻，咁你咪會跌低咯。但係如果你可以喺短時間之內發到個力出嚟，你就企得翻喺度啦。咁所以其實首先就係你嘅肌肉力量影響你平唔平衡到啦。跟住真係跌嘅時候，如果你腳夠 power， 你就即刻踩得翻實個人。咁所以力量同 power 就係點解其實老人家都需要強化啦。所以好多人嘅誤會就係可能好多人直諗就係因為老人家跌親就係平衡唔好，所以就直接練一啲平衡嘅嘢。但係其實原來平衡本身有兩個好大嘅因素去影響嘅。第一就係肌力，因為肌肉力量夠，佢先可以捏住個關節，即係鎖得住。第二就係真係跌嗰一刻，佢有冇足夠爆發力。所以除咗練基本嘅平衡之外，其實佢哋應該都要強化肌力同埋爆發力，佢先真係有效地預防跌倒呢一件事，係咪？呢樣嘢非常之好，因為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就係諗住跌就係練平衡，但係原來平衡當中背後又翻去原來肌力同埋一啲爆發力嘅嘢，咁呢樣嘢係我哋都唔係好知道，係啦，咁所以多謝江 Sir 嘅一個阿楊嘅一個嘅一個少少嘅講解。喂，咁跟住我哋頭先又翻去，你頭先你繼續講嗰個嘅核心肌群嗰度啦，咁核心肌群，阿聰有冇啲咩嘢想又問下？咁核心肌群咧，其實即係成日都聽啦，咁又想即係請教下阿楊咧，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你見依家啲健身啊嘅風氣，就好多時都係話六嚿腹肌啊，咁代表你核心好似好犀利啊，又話腹肌好強啊。咁首先就都想問下阿楊，究竟核心啱啱都有講啦，除咗個腹肌，好似聽聞腹肌入面咧都仲分好多方面嘅，咁但係又即係又想問下阿楊究竟腹肌我哋見到嘅六嚿腹肌同周圍好似喺個腹附近仲有唔同嘅肌肉，究竟佢哋有咩分別咧？咁亦都知道啱啱亦都有提及就係話即係核心除咗指腹肌之外，亦都有可能係 pat pat 啊附近嘅肌肉啊，都係指緊我哋嘅核心啦。咁第一樣嘢就想問下究竟當我如果一個人核心好強，佢係咪一定會有六嚿腹肌嘅咧？咁呢個我諗對於可能啱啱健身或者係對呢方面有興趣嘅人嚟講咧，都有呢一個疑問嘅，有機會係啦。咁想問下呢樣嘢先。六嚿腹肌或者直接講腹直肌本身係 core 入邊其中一嚿嘅 muscle 啦。咁所以如果你淨係個腹肌好勁，你只會喺某一個發力嘅方向比較實淨嘅啫。咁而我哋講到核心嘅穩定性，其實就係360度，你成個軀幹幾能夠穩定自己。所以你應該如果講話核心穩定，其實就係無論360度邊個角度有力施加落你嘅身體嘅時候，你都要頂得住嗰個外力。咁而腹直肌喺前邊咧，基本上淨係幫你做到向前接埋個脊椎呢一下嘅啫。咁所以你其實只能夠腹直肌好強，你係只能夠抵抗緊一個方向嘅外力。咁所以要一個全面嘅核心穩定咧，就冇可能淨係得個腹直肌做嘢嘅啫。係啦，咁所以點解講話下背啊、臀大啊、腰嘅腹嘅外斜、內斜啊，全部其實都係講緊我哋核心穩定都需要嘅，因為唔同嘅 muscle 其實就負責緊你唔同方向嘅核心穩定性。咁啱啱聽得都幾清楚，就係話原來可能好多人夢寐以求嘅六嚿腹肌咧，其實只能夠喺對於脊椎嘅屈曲
同埋伸展屈曲，應該就係屈曲係咪？淨係屈曲嗰度咧就會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啦。咁即係話啊，原來我哋核心咧係有唔同嘅方向去發力嘅。咁啊，直接想問埋阿楊啦，究竟有即係我哋講到核心嘅力量，究竟有幾多個方向咧？或者係其實背後我哋講到有360度，我哋啱啱見到六嚿腹肌嘅淨係可以做到個屈曲嘅喎。咁除咗屈曲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喺度嘅咧？究竟個核心係點樣發力㗎？咁樣咁啊，可以同大家講一講核心發力嘅時候嘅一啲方向啊，或者係原理咁樣啦。所以核心其實而家嚟講，我哋就係成日講個穩定性，就係同你直接去喐個軀幹，其實就係兩樣嘢嚟嘅。平時練腹肌，我哋就係講話做 sit up 啊，做 curl up 啊，咁呢啲動作其實你就不斷係講緊收縮你嘅腹直肌，咁於是乎你嘅脊椎就會喐嚟喐去啦，即係不斷做屈曲，不斷做屈曲。咁呢個情況下，其實就唔係完全等於我哋真正需要核心穩定性嘅時候嘅 situation 啦。因為頭先所講係講緊有外力施加落你軀幹嘅時候，你幾能夠保持軀幹唔喐嘅狀態，即係一個好嘅姿勢下唔喐。呢一個先係我哋講嘅 core stability。咁於是乎你做訓練嘅時候，你反而係不斷係咁喐你嘅脊椎嚟不斷做 sit up curl up。咁其實就唔係講緊有效地保持你一個脊椎唔喐嘅良好姿態啦。係啊，咁所以練核心嚟講，我哋因為想強調個穩定性，因為就係所講你個核心夠穩定，你四肢嘅輸出先至夠強嘅，亦都冇咁容易傷到你嘅脊椎。係啊，咁所以其實喺需求嘅角度上，我哋係需求一個穩定多過你幾有力去喐你嘅脊椎。咁於是乎本身狂做 sit up 同 curl up 就可能只能夠好輕微地幫到你嘅核心穩定性啫。係啦，反而我哋平時講話 core stability， 你做嘅動作應該就係你要 keep 到一個脊椎喺一個良好嘅姿態下，然後承受緊啲外力嘅。咁即係話個動作反而唔會係要你喐嚟喐去啦，唔會好似 sit up curl up 咁樣不斷去喐你嘅脊椎啦。反而我哋啲動作就係有個外力，製造一個外力施加落你嘅身體，但係你要喺嗰啲 moment 保持住你嘅軀幹唔喐。咁呢個就真係練緊你嘅核心穩定性啦。咁然後核心穩定性頭先講360度，所以最 basic 我哋都叫做分到4個嘅方向啦，外力施加落嚟嘅方向。咁我哋平時如果有外力施加落我哋嘅軀幹，咁我哋有機會就係會出現一個脊椎嘅屈曲啦，有機會出現脊椎嘅伸展啦，亦都會我哋嘅脊椎有機會係側屈啦。另外我哋脊椎亦都有機會旋轉啦，左右旋轉。咁所以其實呢4個就係我哋平時做核心穩定性4大嘅方向啦。咁我哋就係有外力施加落嚟嘅時候，你要對抗住佢，保持個唔喐嘅狀態。咁於是乎我哋平時所講嘅核心穩定性就係練緊抗屈曲嘅能力、抗伸展嘅能力、抗側屈嘅能力同抗旋轉嘅能力，4大方向啦。咁啱啱都幾特別啊，因為其實題目入面即係我哋睇翻ACSM 2026年嗰個標題咧，其實佢講緊 core strength， 但係啱啱聽阿楊講咧，就發現好似由你嘅角度或者係你嘅意見去睇咧，其實 core 嘅 stability 啊，即係嗰個穩定性，好似比起個核心嘅力量係更加重要，係咪？個 terms 嚟講，譬如核心力量咁，可能如果用 strength 咧，就會諗到係即係譬如一下嘅發揮出嚟嘅力啦。咁其實我哋嘅core stability 都直接同 core strength 好大關係嘅。其實 core stability 就係你嘅等長收縮 hold 實你嘅核心嗰下嘅力量有幾強。你嘅 core strength 越強，其實你嘅 stability 當然越強啦。咁不過就要睇翻你需要 hold 實佢嘅時間有幾耐啦。咁你嘅日常生活啦，做運動嘅過程啦，需要 hold 實你嘅 core 要 hold 幾耐，其實就會影響緊你平時練 core stability 嘅時候，究竟需唔需要比較長時間嘅一個 core 嘅等長收縮啦。咁所以平時成日講話練 plank 係其中一種嘅一個練 core 嘅 stability 啦。咁但係可能你睇翻 plank， 我哋會做30秒，做1分鐘，做2分鐘。咁但係我哋一路加時間上去嘅時候，其實可能就叫做練緊個 endurance。咁不過喺翻日常生活做運動嘅過程，
我哋係咪真係咁多時間？你會30秒以上嘅時間練實個 core keep 住唔喐呢？其實少嘅，反而係做運動過程，你會好高密度地間歇地出現你要練實 core 嘅 timing， 所以其實係屬於一個高強度地 HIIT 要 core strength 嘅一個 situation， 即係可能每10秒你就要練一練個 core 啦。咁嗰下其實就係 core strength 好重要啦。咁所以本身 core strength 都係同個 core stability 係一個算大嘅關係嘅。咁如果咁講咧，我頭先聽到咧，咁如果你咁講就可能每10秒就要即係人哋有啲外力頂一頂，然後去練，其實係重要過你 hold 住一個動作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係嘛？咁即係話可能佢假設就係有個外力內力，然後你頂住，又隔10秒又夠啦，咁可能個下數嘅次數可能多，反而好過你一個動作然後 hold 住一樣嘢好耐，係咪咁樣講咧？咁因為我就係最近咧就係睇翻一啲數據就話呢個世界紀錄 plan 咧。9個幾鐘係嘛？9個鐘頭，男士係9個鐘頭38分鐘，女士就少一半咁樣。咁係咪就代表佢個核心肌群就是係好強咧？咁但係其實係代表緊啲咩？係心胸好強啦，定係其實佢核心嘅耐力好強？咁但係其實佢唔一定係嗰個核心嘅 strength 好強。呢啲位咧，好多人都唔明究竟係一下大嘅重量頂落嚟，頂得住個重量。咁樣先叫核心勁啦，定係 hold 住一樣嘢 hold 到10萬年先叫做核心勁咧？咁你可唔可以又講多少少咧？能夠 hold 到9個鐘，即係話好明顯係一個 core 嘅 endurance 啦，係啦，咁即係話佢可以9個鐘都頂得住身體自身嘅重量，都 hold 得實。咁但係喺訓練嘅角度，我哋大家都知有肌力同肌耐力兩款唔同嘅訓練方式。咁而大家亦都知道，如果你淨係練肌耐力，你嘅肌力其實唔一定係進步得好大嘅，甚至乎冇進步先。咁於是乎你日日練9個鐘嘅 plank， 但係我突然加50 kg 上你度，你可能完全都推唔起個50 kg 噶啦。即係我加一個50 kg 嘅負重 plank， 俾做到9個鐘頭嗰個人，佢其實都未必頂得住嗰50 kg， 因為佢平時就係 keep 住練個耐力啫。咁於是乎又去翻即係真實情況，我哋係絕對唔會要幾個鐘 hold 實個 core 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平時練嘅角度，反而就係加重量一定會重要過加時間。係啊，所以大家好多時練 plan 可能真係會 keep 住加時間上去，30秒輕鬆啦，咁啊上到1分鐘，跟住繼續上2分鐘、3分鐘。咁但係喺 function 嘅角度就可能越嚟越少啦，因為我哋係唔需要 hold 個 core hold 到4分鐘、5分鐘嘅，反而係你要令到個 core strength 越嚟越強，你就任何時間你都可以承受一個好大嘅外力撞落你嘅軀幹度，你都保持到個脊椎嘅穩定。係咁，所以點解 plank 最簡單進步嘅過程應該係加負重，就唔係加秒數啦。哦，咁呢樣嘢有趣喎，因為大部分99啦，即係90%人嘅訓練平板都係加時數噶嘛，或者加時間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加重量其實唔多用呢個方法，但係反而喺運動表現上面，或者我哋話喺日常生活 functional 嘅角度嚟講，反而加重量先喺日常生活中比較切合我哋核心肌群用得着嘅嗰個方向。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可能又係聽眾比較少聽得到嘅一樣嘢。咁頭先咧亦都提到咧，頭先你提到嘅 sit up， 我又就想問多少少 sit up 咧咁。sit up 係即係話練實個腹啦，咁但係而家其實都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啊、數據啊，都話開始越嚟越少去做用 sit up 呢個方法去鍛鍊腹肌又好啦、核心肌群又好啦。咁你又點樣睇 sit up 呢樣嘢好唔好咧？但係咧而家 DSE 香港 DSE 嘅考試都係用 sit up 嘅下數去作為一個標準喎，你又有咩睇法咧？ sit up 就係而家大家都知道佢對下背嘅壓力其實係偏大嘅，因為你要成個上身拉起，你靠腰肌拉你腰椎，一定係製造咗一定程度嘅壓力落你嘅腰椎噶啦。咁所以本身呢個動作的確會對腰椎嘅壓力係大嘅。咁然後如果你本身腹肌比較弱嘅話呢，再狂做 sit up 就更加容易受傷啦個下背，因為你本身腹肌唔夠力嘅話呢，你係冇辦法捲住個人做一個 sit up 嘅。如果你腹肌唔夠力，你個上身就會比較打直咗啦。如果打直晒，然後淨係靠你嘅髂腰肌拉起個人呢，就係最傷下背嘅一個 timing。係啦，咁所以如果以一個冇訓練過嘅人做 sit up，其實個風險係相對地大。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本身個腹直肌都好強啦，咁你能夠好有效收縮住個腹直肌再做 sit up 嘅話，
咁相對地保護翻你腰椎其實就會好啲。咁但係喺sit up 嚟講，我哋成日就講話狂做下數嘅，咁即係話你就算個腹直肌好強，但係你如果每日都做200下，累積嘅角度你都累積緊一定程度嘅壓力落你嘅腰椎，所以長遠嚟睇都唔係一個對脊椎好嘅一個動作。咁而 curl up 就係成日講話可以取代到佢，就因為 curl up 下背都仲留喺個地，咁相對地你對下背嘅壓力一定細好多。咁而 curl up 本身亦都係完全可以縮短晒你嘅腹直肌，咁所以你要練腹直肌嘅話，其實就係 curl up 的而且確係可以取代 sit up， 而亦都係練到腹直肌，同時對下背嘅壓力細啲。好，咁我輕輕補充一下啦，即係啲人可能唔知 curl up 同埋 sit up 嘅分別係咩嘢嗱，咁啊 sit up 好簡單，就係連個腰椎都會離開埋地面嘅，所以成個即係我哋簡單啲，即係平時體育堂係啦，阿 Sir 叫你考試，兩隻手擺喺心口，然後就成個身體起晒，跟住可能個手踭或者心口掂到個膝頭哥嘅，嗰啲叫做 sit up。而 curl up 係咩咧？係保持住你個腰椎仲係保持住喺地下 ，OK， 淨係上背捲上嚟嘅啫。咁呢一個咧，即係喺即係退而求其次嘅情況下，都係一個叫做可以選擇嘅訓練方法。咁但係有得揀，如果頭先講到啦，我哋話提升核心肌群，其實係反而做一啲等長收縮嘅訓練，多於一個動態嘅收縮嘅訓練。咁所以其實有得揀，我哋都唔會選擇呢一個嘅訓練。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唔特別提啦。DSE 佢點解會咁啊？希望有機會有一日佢係會改變一啲考試嘅嘢，令到即係話我哋運動界可以更加向前發展啦。OK， 好啦，咁啊有一樣嘢我都想問多樣嘅，跟住就交俾阿聰又問下。佢就係咧頭先你講到咧，即係話因為做好多做一啲核心嘅舉勤可以保護到你腰椎，尤其是可能你做 deadlift 嘅時候啊，做 squat 嘅時候，咁即係話你核心肌肉夠強，你先可以保護得到你即係個腰椎啦咁樣。咁點樣先叫做夠強咧？保護㗎，因為我哋好多時就係訓練啦。咁我哋做 deadlift，我哋做 squat。咁但係其實好多情況下，我哋都唔肯定佢核心肌肉夠唔夠強去做呢個嘅重量。好多時佢拉起咗，咁但係其實佢又即係夠力唔夠力，佢腳又夠力喎，但係原來條腰又好似唔係好夠力。咁點樣去定義佢夠唔夠力去做呢個大重量嘅動作咧？咁有冇啲咩嘅tips 或者提示可以俾下我哋嘅訓練嘅人咧？咁樣夠唔夠力 core 夠唔夠力，其實就真係睇佢嘅腰椎控制嘅程度做成點啦。咁你做 deadlift 都一見到佢係彎腰啦，咁即係話正常嚟講，佢應該係個下背未夠力拉翻正個腰椎。咁於是乎可以做嘅就應該係做啲特別嘅動作 target 翻佢嘅下背嘅發力，跟住先再繼續去做一個比較重嘅 deadlift。所以幾時都一定係 make sure 佢保持到個姿勢，你先至會繼續俾佢做嗰個動作。咁所以佢邊個方向嘅 stability 未係好 hold 得實淨嘅，你就應該俾翻佢做嗰個 direction 嘅 core stability 嘅 exercise 佢做，咁就會令到佢可以即係保持個脊椎嘅位置就提升翻，跟住先至再去翻 squat 啊 deadlift 啊嗰啲會令到你脊椎受壓嘅一啲動作。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先可能喺教學上確保佢知乜嘢叫鎖背，咩叫做即係 hold 住個 core， 知道啦，而加個重量俾佢，由輕嘅情況下做到，去到某個重量做唔到嘅情況下，就即係條腰開始彎啦。咁即係話其實佢核心肌群可能已經係唔夠力。咁喺呢個情況下，一係就兩個方法，第一係減重嚇，咁第二就係做一啲叫做補強嘅訓練啦，我哋叫做就補翻佢究竟邊個方向嘅核心肌群唔夠力，去提升翻，然後先做翻嗰個重量，咁就會比較好，而唔好夾硬去即係因為舉得到，因為好多時我發現我哋嘅學員比較多就係佢夠力拎得起，係啦，咁佢覺得隻腳夠力，但係原來好多時係個核心先唔夠力，而最後導致佢拎起，但係個動作變形，甚至有機會受傷。咁呢樣嘢亦都係即係不論教練啦或者學員，我哋覺得係要幾留意嘅嘢。因為好多時拎得起就覺得係拎得起啦，咁但係拎得起同你用啱嘅姿勢或者你個核心肌群夠力嚟拎得起係兩樣嘢咧。咁呢樣嘢我都即係特別想即係 mention 一下。好啦，喂，阿聰，仲有冇啲咩噏下？咁啊，啱啱其實一路聽到咧，就係話即係唔同嘅人咧，可能喺嗰個 strength 或者 stability 上係咪會有啲唔同咧？即係譬如
講個例子就係其實日常生活即係可能我哋如果係同啲一般大眾去做訓練啦，咁究竟佢哋係咪需要好強嘅核心嘅力量咧？咁但係對於可能一啲運動員嚟講，尤其是可能係玩一啲有衝撞性嘅運動啊，譬如可能籃球、足球啊，就會突然間有個對手可能係喺唔同嘅方向撞埋嚟。咁嗰一個咧就真係好似啱啱阿楊所講啦，可能我哋會突然間有啲外力砸去你身體，咁就會即係你可能要用到比較強嘅核心力量啦。咁但係對於一般嘅市民大眾嚟講，如果我純粹係想健康嘅，咁究竟我係咪應該從住呢個核心嘅穩定性去做一個訓練咧？咁其實運動員同埋普通市民大眾喺個訓練嘅方向上係咪應該有好大嘅分別咧？因為始終一個正常人唔會無啦啦有嚿外物幾廿磅咁衝埋嚟撞你噶嘛，俾車撞。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作為教練又好，或者係作為受緊訓練嘅大眾嚟講，我諗都可能會有呢一個嘅疑問啦。因為我覺得個訓練方向上係咪應該會好唔同咧？咁樣我諗比較大嘅分別係大家 focus 幾多落，特別揀啲動作做核心嘅穩定性。運動員應該會相對地留翻多少少時間係特別做啲核心嘅 training 嘅。如果你話普羅大眾嘅話呢，係其實大部分我哋講嘅一啲自由重量嘅大動作、傳統動作，其實練緊好多核心嘅穩定性噶啦。無論 squat 啦、deadlift 啦，跟住引體啦，跟住overhead 嘅 press 啦，其實呢啲動作全部都同時間動用緊你好多 core 嘅 stability。咁所以如果普羅大眾嚟講，你能夠 keep 住慢慢進步上去，加重量都做到晒靚嘅姿勢嘅 squat 啊、deadlift 啊、overhead press 啊，基本上就等於你嘅核心係跟住一齊進步緊噶啦。咁所以平時揀動作上，喺點解即係 functional 嘅角度上，我哋其實一定係 prefer 做自由重量多過做器械啦，因為器械就始終你坐喺度做，少咗好多核心嘅參與。同埋我諗到一樣嘢咧，可以真係 for 大眾市民嘅嘢啦，因為頭先我聽到阿楊講就係話兩樣嘢啦。如果運動員因為佢好 specific 某一種衝撞啦，可能係啦，呢即係 rugby 咁有種弱力衝落嚟，所以佢要特別對抗某幾種嘅外力，所以佢個核心要特別要加用一啲額外嘅方法去訓練。咁但係日常生活我比較諗得到嘅 functional 嘅嘢就係出街買餸，左拎一袋右拎一袋，或者去旅行攞篋。咁所以我其實諗起就係話，而家話好興一啲叫做負重行走嘅訓練。咁負重行走嘅訓練係咪即係如果 for 大眾嚟講，即係你又唔係 for 運動員，你又唔係做運動員，但係日常生活又真係要攞包米攞個篋去嘅情況下，又真係有效地即係提升到即係日常生活 functional 嘅核心肌群嘅用途比較即係有用咧咁樣。可以咁講啦，所以負重行走都算係一個比較 common 嘅一個方式，俾大部分人都做到，因為本身佢嘅技術要求唔高，只要你拎一個重量，然後保持到你挺胸收腹，其實基本上你就叫做得靚一個負重行走嘅姿勢啦。咁而負重行走嘅唔同拎啞鈴嘅 position，亦都已經可以 target 緊頭先講過嘅抗屈曲啊、抗側屈啊、抗伸展啊，咁所以負重行走都算係一個幾好用嘅一個容易嘅動作，去俾普羅大眾做。同埋我諗起一樣嘢，純粹咁諗就係，因為你頭先講阻力訓練或者重量訓練，咁因為可能都係做10下8下，係啦。咁但係假設佢拎袋米，可能真係由屋企拎過去有一段距離，咁所以如果佢係真係個 core 需要除咗 strength 之外有一段距離，咁又可以提升到佢嘅即係核心肌群的肌耐力嘅話，負重行走就會同純粹嘅肌力有少少嘅分別咯。咁所以核心肌群嘅肌力可以透過重量訓練一啲單邊嘅嘢可以提升，但係核心肌群嘅肌耐力就可以試下用一啲叫做長少少距離嘅負重行走，咁就可以核心肌群的肌力與肌耐力都可以提升。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啊？
非常好。大家好似個 picture 我哋出到嚟啦，可以理解多一樣嘢。最後仲問多一樣嘢嘅啫，呢個純粹係一啲即係常見嘅迷思，但係真唔真？因為咧，我發現好多人咧就練平板支撐啊，或者練 anyway 咧啲核心嘅肌群訓練，攞嚟消脂減肥。係啦，咁有啲數據仲話咩10分鐘嗱，啲廣告嚟嘅，唔知真定假。10分鐘高強度的核心訓練可消耗120卡路里，係啦，等於慢跑30分鐘。嗱咁你又即係當然數據唔重要啦，但係重要就係喂，用核心肌群攞嚟消脂呢樣嘢，你又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即係一個好嘅方法啊，定係其實做其他可能仲好啦，定係點樣樣？你又有冇啲咩即係講法睇法咧？就咁等長收縮一個 hold 實嘅狀態，就基本上你消耗能量嘅能力唔會係大，再加埋你做就咁核心嘅話，用到嘅大肌肉亦都參與唔多，即係其實你成隻腳嘅參與都唔係特別即係 focus 啊，係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比較，我肯定係做 squat 能夠消耗到嘅能力大過做一個 plank， 係啦，即係你 keep 住有喐動嘅大肌肉全部都係主打做參與嘅，咁其實你嘅能量消耗先至會夠高，消脂基本上就係睇你消耗幾多能量，係，所以你做運動一定係講緊你消耗夠高，你先做到減脂個效果。如果淨係做 plank，你就算 hold 10分鐘，其實個消脂能力一定唔會大啦，係啊，咁所以更加唔可以用 plank 嚟同跑步做比較，大家訓練嘅模式完全唔同，係啊，你做 plank 你係絕對唔會提升到你任何跑步嘅心肺功能嘅，係啊，咁所以直接講話呢兩樣嘢對等咧，就非常之誤導啦，係啊，我唔可能做 plank 跟住我就越跑越好噶嘛，又係絕對唔係一個即係幫到嘅一個有用嘅方式，係啦，咁所以就消脂嚟講就最緊要係大肌肉參與大消耗，咁你就做到消脂。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呢個擺到明就係一個好常見嘅迷思啦，大家都會覺得啊，我因為真係聽唔少啊，啲人話咩做平板支撐做核心肌群攞嚟消脂，話都好攰 ，OK 係攰，但係嗰種攰同消脂係兩個概念嚟嘅 ，OK 咁所以呢樣嘢我都好想借呢一樣嘢去，即係呢個機會同大家去即係探討一下，係啦，咁因為第一等長收縮本身佢消脂嘅能力應該比動態嘅消脂係會差啲嘅，係咪？呢個第一樣啊，即係我理解嘅嘢。咁第二就係本身核心肌群嘅肌肉一定係冇腳啊或者嗰啲係咁大嘅肌肉。咁所以第一係唔係大肌群，第二佢係一個靜態嘅一個收縮，兩樣嘢都唔係最有效嘅消脂嘅方法。咁點會係一個最好嘅消脂呢？咁所以核心肌群絕對係一個好嘅訓練。咁但係你攞嚟消脂呢個目標就即係未必對得上啦咁樣。好，阿聰，仲有冇啲乜嘢想講下或者總結下？隨便。咁啊，最後都想問下阿楊啦。咁我哋啱啱聽就即係我哋都問咗好多係市民大眾可能佢係點樣去訓練佢哋嘅核心啦，即係可能啱啱都有提及就係可能做一啲深蹲啊、硬拉啊、垂直推啊等等。如果你係越做越重嘅，其實都係證明咗你嗰個核心嘅能力係越強啦。咁又想問下啦，如果運動員其實佢哋大概啦，即係當然依家我哋有冇即係冇得喺現場同大家示範啦。咁但係都想問下有冇啲有啲咩方式咧係幫運動員，即係我哋啱啱講完大眾嘅話，咁有啲咩係可以幫到啲運動員咧去建立佢哋嗰個core 嘅力量啊，或者嗰個能力嘅咧？即係有冇啲咩練習啊係可以講出嚟分享下啊，大家參考下。咁啊，循住呢個方向，可能有大家又有興趣去做啲訓練咁樣咧。例如如果係即係我諗唔同項目都可能會有唔同嘅方法。例如如果係長跑咧，因為我都知比較多人中意長跑，咁但係長跑嘅訓練方式同可能球類嘅訓練方式係咪亦都會有啲唔同咁樣咧？所以就係睇翻你嗰個運動邊個方向嘅即係對抗能力係特別需要，即係唔一定你嗰個運動係4個方向都需要嘅，即係唔一定全部抗伸展、抗屈曲、抗旋轉都喺運動入邊全部都特別需要。譬如跑步咁，佢純粹如果係一個linear 向前嘅一個 movement， 咁即係話應該抗側屈未必喺跑步嘅時候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direction。
係啦，旋轉可能有少少啦，始終係啊，軀幹會有少少 rotation 啦。咁而譬如跑步咁，好多時就係我哋 core 唔夠力，你就有機會拉後咗個上身，即係當你加速嘅時候，咁即係話你對抗伸展嘅能力喺跑步其實就會相對重要啲。咁於是乎你揀啲動作嘅時候，喺抗伸展上應該對跑步嘅人嚟講都會重要嘅。譬如平板本身就係一個抗伸展啦，咁即係話跑步嘅人得閒做下唔同方式嘅平板，然後係加重嘅方式，咁佢嘅抗伸展能力咁咪會越嚟越強咯。咁又正常嚟講就會可以更加有效地對佢跑步嘅核心穩定就會提高到啦。哇！呢度我想追問，咁一講到運動項目，我又好有興趣啦。係啊，我問下乒乓波先。係啦，因為大家知道，即係我同阿鐘都係玩乒乓波啦咁樣。咁嗱，我成日呢樣嘢好容易混淆嘅，因為乒乓波本身係要主動旋轉啊。咁即係主動旋轉係一個髖關節嘅主動旋轉發力啦。咁但係佢嘅對抗係咪來自於個波飛埋嚟，所以嗰個有個力，所以我要對抗，令到核心穩定。咁但係乒乓波又好輕嘅啫嘛，咁其實係咪即係乒乓波又唔需要咁多核心嘅嘢咧？咁我點樣知道究竟我係個主動旋轉唔夠力，定係我抗佢個旋轉唔夠？即係我點樣分呢件事？好想知多少少。係，所以你就咁分析譬如拉波呢個動作，好似冇 stability 呢個過程，即係我係直接就係轉腰硬腳揈。咁但係你嘅抗旋轉咧，點解喺你做任何反手正手拉都有作用咧？其實係講緊 focus 你制動嗰下會特別大有幫助。當你一全力拉完出去，你幾能夠即刻拉翻轉頭對抗你揈出去嘅力，嗰下喺抗旋轉嘅訓練上就會有幫助啦。哦，所以嗰個抗旋轉並唔係抗個波過嚟嗰個嘅力，係其實係因為我嘅人揈出去，有一度好大嘅力揈出去。咁但係我唔可以好似嗰啲叫做掉鐵餅咁，即係360度咁轉幾個圈。所以我哋要制動，而嗰個制動力就係我哋 core 嘅力。咁所以究竟我哋要向咩方向制動，就係要特別鍛鍊嗰個制動嘅核心肌群啦。係啦，咁所以你嘅hold實嘅力量啦，制動嘅力量啦，其實喺 core stability 上都係幫到手。咁當然你直接講話拉波嗰下嘅發力，就當然你轉 hip 嘅能力有幾強啦，掉弱球啊嗰啲嘅向心收縮有幾強啦。咁但係你要幾有力地快速做制動，然後再拉下一板，就係個抗旋轉會幫到你啦。哦，所以其實所有嘅抗旋轉係抗翻自己嘅揮拍嘅嗰個衝力，所以其實調翻轉，你掉 mat 波嘅力越大，其實你嘅抗旋轉力應該要越大，你先可以制動得到。可唔可以咁樣講？係啦，咁當然另外你本身離心收縮都係講緊制動另一個重點啦。係啊，咁即係話你要最有效地快速做制動，你嘅離心同埋等長嘅能力都係有幫助喺度啦。咁可唔可以講最後少少？咁有啲咩類似嘅動作係對假設拉波係可以去即係做嘅一啲核心即係制動嘅訓練咧？因為我好多時我發現好多人就係有時打乒乓波啦，假設即係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一去到好多運動都係旋轉，所以乒乓波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好多其他運動都可以轉移到落去。咁我打乒乓波假設我轉，咁我力好大啦。咁我究竟係點樣可以透過一啲唔同嘅訓練去制動咧 ？OK， 咁有冇啲咩介紹下啲動作？係咁，譬如做翻相反方向嘅離心頂住個力，即係有個人去拱翻你個弱球向你自己後邊嘅方向，咁但係你係頂住個力，一路慢慢拉翻向後。又或者你直接掉弱球都係 rotational 嘅 flow 啦，不過你唔將個波掉出去，你係俾力一拋出去，但係最後嗰刻你自己拎捉翻實個波，唔俾佢拋出去，咁你嗰下咪 exactly 係你發完力之後瞬間要拉翻住個力咯。哦，所以掉出去就係練你向前轉，即係向前轉出去嘅嗰度力。OK， 但唔掉出去就係練你制動嘅力。簡單啲，你揸個弱球越重，即係所以你掉出去嗰個制動應該係要越大，所以你需要嗰個抗旋轉嘅能力就越強。喺呢個過程就可以鍛鍊到你嗰個即係for乒乓球的即係呢個核心嘅肌群啊，係咪啊？有趣，呢個一轉業到去呢個運動項目咧，就可以好多討論嘅空間，同埋就進入咗剛才最專業嘅部分啦。係啊，大家哎呀有。
係啦咁樣，咁所以好咁啊，不過我哋時間差唔多，咁啊，不如俾阿聰做少少嘅總結，咁我哋就完我哋今日嘅 topic 好嘛？好，咁啊，今日好多謝即係幾位啦，一齊喺度傾下呢一個即係同核心好相關嘅 topic 啦。咁啊，啱啱講到平衡啊、流動啊，即係啱啱一開始我哋提及就係同瑜伽、Pilates 呢啲比較靜態嘅控制、肌肉控制咧係有關嘅。咁啊，但係咧好多時運動員所需要嘅核心嘅力量啊，或者係運動員所需要嘅平衡咧，其實係比較快速嘅。咁啊啱啱阿楊亦都有提及啦，即係可能我哋好多時講求嘅係一啲核心嘅穩定性啦。咁而核心亦都唔單止係可能我哋大眾覺得嘅哇六嚿腹肌啊，其實咧六嚿腹肌咧就只係腹直肌屈曲，即係比可能你比較強嘅能力啦。咁而我哋市民大眾嘅點樣可以訓練到個核心咧？其實就係可能做一啲大重量嘅訓練啦，譬如做深蹲啊、硬拉啊、可能係垂直推啊等等咧，其實都已經係好有效咁樣去建立我哋嘅核心力量噶啦。咁啊，我哋之後亦都有提及啦，就係會唔會有啲可能係叫做負重行走啦，就比較貼切啲我哋日常生活所需要嘅，譬如可能攞住啲重嘢啊，攞住個行李啊，或者攞住幾包米啊，由 A 點行到去 B 點等等。咁啊，阿楊亦都有提及啦，咁啊就即係都好多嘅資訊啊，就係話俾我哋知，其實核心我哋有唔同嘅發力方向，咁而對於一個運動員嚟講咧，的確我哋係要針對住你嘅運動項目咧，而喺呢唔同嘅方向咧，即係包括可能係屈曲伸展啊、側屈啊同埋抗旋轉等等咧，都要有唔同嘅訓練嘅，即係針對你嗰個運動嘅項目。咁啊，最後亦都解答咗唔少即係同核心有關嘅迷思啦，包括可能係 sit up 啦，即係呢一個喺香港嘅體育，即係學校嘅體育入面，經常攞嚟做測試嘅一個項目，咁啊都叫拆解咗少少嘅迷思，咁啊再包括可能係一啲即係上網成日見到嘅片，就係話幾多分鐘幫你消脂減肥等等，呢一啲其實都已經喺今集度拆解晒啦。咁啊真係好多謝阿楊啦、阿傑啦，同埋我自己啦。咁啊喺2026年我哋新開頭咧，又開始翻個 podcast 啦。咁啊希望下一集咧同大家分享更多。咁我哋今日就去到呢度啦。好，拜拜。拜拜。